尔歹命，遐尔远带着嫁到台湾来，再嫁一个娶查某的翁，我不管啦，我要转去大陆啦。你唔通安尼啦，你着听我讲。事实拢摆伫咱正，搁要讲啥物呢？有话好好讲，你先坐落来。阿景也是我的囡仔，我真了解伊，绝对袂做这种代志啦。阿母，有一件代志我拢无甲你讲。有一摆吼，我看着阿景阿迄个查某吼，伫遐化妆店门口吼揽做伙呢，这是要安怎解释？啥？真是有这种代志？我不管啦，我要离婚啦，我要转去大陆啦。小燕啊，你即马若是甲阿景啊离婚，就算你认输，共投降啊呢？认输？我甲什么人投降？甲迄个查某啊，你感觉伊敢有比你较水？哼，伊是要安怎和我比？就是啊，啊，不过你若心啊吼，随甲阿景啊离缘转去大陆，人是毋是会想讲，你一定是拼袂赢迄个查某，这物件款款的要转去大陆，啊，你敢愿意？互大家安尼想，而且代志还未问清楚啊，无安尼啦，明仔载吼，咱做伙来高雄，把代志问好清楚。若是阿景啊吼，真是咧外口黑白来，我一定互你一个交代。你感觉安怎？阿母，莫这样，要互阿景知影讲，咱要转去高雄。你会食阿景的醋，表示你阁真爱伊，安尼阿母嘛真欢喜。奇怪，敢若才都咧困啊？还是大家新妇做伙去红姐迄边抬杠啊？我看明仔才阁卡啦。我知影啦，都伫咧等阮迄间咖啡店。好啦，我准时到。好，我讲我莫来啊。你要不食药啊？吼，我来去倒杯水。我已经食过啊。对啦，拄则吼，病卡电话来，讲爱我去一逝，你带厝人休困，我连去倒来。是安怎啦？你拄仔毋是才伫下班转来尔，啥人一透早病院，搁要随叫你过？拄则接的 case 啦。哦，对啦，是一个吼，迄心脏病患者，电工图拄仔才写出来啦。主任吼讲需要我去会诊啦。我已经打电话主任问过。主任讲，病院昨暝根本就无排你的班，伊知你要照顾我。伊就特别甲我讲，这2天伊拢袂叫你过。对啊，你毋是甲我保证过，你从今以后要对我好，要互我疼痛我。刚讲你拄则甲讲过话尔，即摆拢无准算啊！毋是啦，刘勇。那你是咪欺骗我咧？刘勇，莫安尼啦，代志毋是你所想安尼啦。无啥啦。你讲啊！我即摆身体安尼，你都袂堪要踮厝的陪我，到即阵搁你讲袂差，欺骗我！我一定要出去一逝啦。请你搁相信我一摆就好啊。
讲的是真的，还是假啊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免阁再反背阮太太，请你谅解。你当时应该真无胆啊！你讲我之前是三分计划，差足济呢。夫妻，我已经讲清楚了，请你尊重我，啊嘛尊重你家己，是嘞。吴建华，鲍老鹰，喂，陆佑，你要来哦？好啊，当然欢迎啊！我看规矩我伫巷口等你来啦。上紧，陆佑，上紧，歹势，顶面你服装掉代志是来真失礼。我伫尾袂记啊，你搁讲。陆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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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怪，又是走去。上紧。对啦，问好真简单。袂啊，真属实。来你遮，我想起细汉的时阵，咱两日拍铁仔店，半楼仔佚佗的情景，感觉实在真好。啊，毋过人是大汉，做这代志拢无共啊。对啊，真侪代志拢会无共款。对啦。啊你咧，即马是人红婿啊，安怎？新婚的感觉袂歹吼？其实我甲小燕做这观念拢袂合。干妹，我感觉伊生啊真水啊，也毋过我感觉有较俏。不你敢若请的啊，莫一直讲我啦，你咧，你较建华咧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医生，互人做行政的，你一定叫我做美满的吼。代志若参像你想安尼就好啊。对啊，你有想要食菜无两无？我即摆的技术哦，比以前搁较好哦。好啊好啊，我请来做。嗯。要看厝啊，大甲大包细包，还要当时。我是想讲吼，阿景啊，真久无倒来厝的啦，啊一定吼会出就想要食阿母煮的物件对无？我拢会晓背啊。知影就好啦。你踮遮吼等公车吼。哈，阿母，咱看遮济物件，佮要坐公车哦？安尼我无啊。好啦，坐客灵车就坐客灵车啦，是讲坐公车较省。阿景啊吼，有你安尼好的老母吼，若佮家己也靠后白来，互阿母你伤心吼，一定互你讲讲实。来，你若伫咧路头卡，啊
你请我食菜脯呢，我帮你拄涂骹，安尼成功倒啊？袂用的啦，你是人客呢。来啦，来食菜脯卵啦。袂要紧啦。来啦，来啦。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啦，心花啊不情花，可比有情阿母，你哪会来？陈小姐，你讲，这里安怎解释？小燕，你莫误会啦，原来我才抬杠尔啦。你讲有理由？阿母，你看啦，阿母在这歹命，我不爱活啦。姐，这到底是安怎？阿祖，我就知咧，我就知咧。真是，代志还未问清楚进前，你先莫激动吼。敢袂去问？连你某都哭较清惨嘛，代志敢还无够清楚？喂，你在讲啥物哈？我靠，我巴肚疼袂用一咯，和你什么关系啊哈？啊，明明你拢着，明明安怎？你有看到遐？阮伫遮咧开讲啊，有犯法咯。你妈袂讲话哦，你后袂讲话吼，我会告你哦。啊无我某无代志，来找你当创啥？创啥？这来问你啊。吴先生，你个人吼，洗做烟头，啊，搁飘撇。奇怪呢，恁某哪无爱找你开讲，哪要来找阮阿景啊开讲？我看吼，问题可能是出伫咧你身上哦。敢毋是做菜的化疗菜哈？查某人的感觉哦，通准啦。迄天吼，我伫咧服装店看到恁尊夫人吼，我就知影有满腹的委屈啦。到底是啥物代志，我嘛毋知影啊。甲恁家己较了解啦吼。吴先生，你家己的某吼，你家己爱听啦。有没有？我代志要来讲，等等下。好不？陈小姐，你甲我讲个清楚，你给我一个交代。你拄则毋是讲会相信吗？相信你，迄是伫外头毋甲前早安尼讲。你今仔日给我一个交代啦，阿母。我真正无甲如意哦，安怎啦？你囡仔人做代志就是安尼啦，头尾无顾。就算你无安怎，你有想讲，你拢是有翁有某的人，搁较安怎讲，嘛袂使两个人关咧厝内底，怪人来讲话啦。阿姐，啊，我爱你手刷，手刷？有啥物手刷？我爱你手刷，从今以后，你袂做出对不起小叶的代志。啊，无啥物代志，为啥物要手刷？用讲的就好啊。你也毋是阿翁婆啊，卡袂着就叫人手刷。我叫你手刷，你就手刷，你咧细细念咧念啥？阿母讲的话，你敢唔听？讲啊！我手抓，我以后绝对袂做出对不起小燕的代志。为了钱继互破相的，我实在就悲哀。我咧想想的毋对啦，咱上好是搬厝啦，搬较远的，看要台中啊台北啦，互咧上紧的永远拢找咱无啦。
这会使无？好啊，也毋过你嘛爱改道，看是要开客人车，你也是去办路边摊啊。那安尼吼，你就免甲护士建立良好的关系啊，你敢做会到？即摆是讲对地气啊啦，即摆是咧讲上紧啊，甲你高高低的代志，你莫讲对别人去好无？你免当做三花聊菜啦。我是要甲你讲几遍，你才听有啦。我甲护士已经拢找你啊啦，毋信哦，我就做你听啦。我若是搁有甲你乌白来吼，我出去哦，我早就有。好啊啦。好啊，安尼农夫的不准算啦，拍倒去啦，笑一个啦。心爱的，心爱再会的，啦，再会啦，一度情花，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你。你无良心，你违背我，你也负责任。小燕啊，阿景啊，都一直甲你解释，伊甲阿舅啊无啥物关系，就算是有，伊嘛甲阮保证，伊以后袂甲阿舅搁来往啊啦。你就莫甲伊生气啊，好无？保证，保证有路用哦。过几工啊，伊就搁偷偷走去找迄个查某啦。伊是自细汉做伙大汉的呢，哪有可能讲册就册？当然有法度通找啊。阿景啊，上听我的话啦，我叫伊免去找阿玉，伊就袂去找伊啦。阿母甲你保证，好无？阿母，你安尼保护我，我足感激的。也毋过，我是一个查某人呢，我一人伫台湾，嘛无能力通啊趁钱。若是阿景伊无互我一个保证，我的日子哪会安心呐？你要叫伊，互你啥物保证啊？伊会当甲我开一个户头啊，甲伊趁的钱拢徛伫我的户头内面啊。我有想我有保障，我就袂担心讲伊会甲我放杀啊。你敢想着钱啊？我互建华无来的时阵，你拢无安慰我，干那吵咧离婚，变成赡养费。你有良心无啊？拄则若毋是因我替你讲话，你即摆可会当坐伫咧遮啊？讲迄种无良心的话。你毋通搁怪伊啊，吼！阿景，你毋通怪小燕啊。一个查某人哦，身躯边无钱，生活哦加减拢会不安啦。阿母安怎甲你带大汉，你上清楚。小燕的想法，我会用去了解。阿母，伊免甲你比啊！你当初是不得已为着家庭想办法去趁钱，伊咧，一定是为着钱才要伫这家庭啦。景，不要紧啊，伊敢若要伫钱，无爱伫我，咱会互伊一寡钱啊，叫伊离开。